由议员刘维英联合北区扶轮社甲指导外语公司共同关进的线顶英语课程的教材甲平板电脑，在和下午伫个议会1楼简报室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教育局长陈新辉以及多位扶轮社的社友、指导外语的执行长拢到场出席。在这边先特别感谢我们的北区扶轮社的善心义举，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从前年开始，我们台南也面临了全球化中的一个数位落差的一个危机。那特别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线上教学更显重要。那这两个因素的冲击之下我们发现，其实台南有很多，因为台南范围比较大那台南其实有很多这个比较算是偏乡的一些学校，其实特别需要在数位落差的一个部分来做努力的弥补不只是因应数位落差，也因应了这次严峻的疫情。谢谢直达外语能够提供非常好的线上课程给我们3所比较偏远的学校能够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而且不要输在这个城区，不要输给城区的同学那这个部分，那尤其谢谢北区扶轮社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媒合能够牵线直达外语。那在吕维义议员的这个居中协调之下，能够让北区扶轮社跟直达外语能够协力起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那让我们3所学校的校长和家长和老师，大家都能够运用最好的工具，能够让我们孩子在起跑点就领先。我们很荣幸可以为台南市的偏乡小学尽一份力量。那北区扶轮社其实长年以来大家都会投入一些资源进入到我们的偏乡小学那诚如市长所说的这个教育是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点而且还要领先其他的一个县市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小学生可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们在未来的教育上可以越来的越进步那当然是希望说对这个社会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那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行为，那也希望说未来可以有机会那结合更多的力量来让我们的小学生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教育。受证单位包括关闭的宝东国小、北河的竹门国小、甲客家的汀州国小，3间受惠的国小校长嘛拢亲自出席，感谢关证单位的热心公益。这届受证的有线顶的英语课程加平板电脑，总共将近90万的远距英语教学的设备，希望对偏乡学童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